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清水灣分行美聯嘅 Kevin Chan。今日帶大家嚟睇咧一間銀線灣區啦，咁係一個小品形式嘅一個 villa 啦。咁佢有4間房嘅，實用面積接近1900尺。咁我馬上帶大家睇一睇呢個積有幾靚先。大家睇到啦，入門之後咧，一個 split level 嘅設計，客飯廳分明啦 ，open kitchen 啦，後面仲有工人房啦，客廁嘅。上到嚟第一層，必須要介紹呢間陽光書房嘅，大家睇睇，望出去就已經係全海景。咁再上幾級咧，就會係第2、第3間房啦，同埋個客廁嘅部分。咁上到最頂呢一層咧，就係全層都係主人房啦。咁有一個好靚嘅景觀啦，自己露台。咁大家睇完咁靚嘅積之後咧，我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。實用1893尺，咁有4間房嘅設計，平入屋啦，同埋平出花園嘅。咁平出花園亦都係馬上已經見到一個無敵嘅海景噶啦。咁喺呢個銀線灣區咧，呢種咁樣嘅選擇相當罕有嘅。況且4房嘅設計啦，同埋相當方便嘅交通，由呢個屋苑去到坑口地鐵站啦，僅5分鐘嘅啫。咁坑口地鐵站咧，亦都係呢個相當豐富嘅生活配套啦。咁如果想享受呢個近郊嘅一種咁樣嘅咁恬靜嘅生活，而唔想損失呢個咁方便嘅交通去呢個市區嘅話咧，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選擇。咁有興趣嘅朋友盡快揾我啦，我係清水灣分行美聯嘅 Kevin Chan，拜拜。